再来看，为了解决房贷的问题行政议会今仔宣布讲，银行法第72条之二的不动产不放款的比例，要排除申请案，唔免阁受到上济30%的限制。金管会是指出讲，目前申请案期待13万户，超过9900亿有7成以上拢是40岁以下的族群，绑定限制对少年人买厝会有帮助。贷款排队卡条的人，敢是有解决的方式。行政议会宣布，申请案贷款未来无阁受银行法第72条之不动产放款比例限制，应回缩到9月7日。将银行办理新青安贷款的这个拨款条件，从114年，也就是今年9月1号开始，不计入银行法第72条之2的规定比率的限额，银行不得搭售购买其他金融商品作为这个融资贷款的条件。当然要检讨是可以检讨，但是要全面性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，然后交叉比对以后，才能够真的修改这个出来的结果，确实能够让首购族这个部分确实能够贷到他需要的房贷。政府希望透过调整银行法第72条之2放大申请案的贷款量能，未互民众排队苦等。因为为金管会数据来看，申请案为2013年8月以来，一直到今年7月底，已经核贷将近13万户，金额超过9900亿。各分析贷款民众的年岁超过7成以上，拢是39岁以下的青壮年，40到49岁占22%，50岁以上占5%。不过银行伫放贷时阵，也是经济借钱的人用到顶5批原则性协贷款，都惊放量了后遭到滥用。未来政府会加强防线，包含每人1世人限贷1摆，佮加上签署自大承诺书，若出现违规转租，延续回利息补贴。房贷荒要彻底解决的话，第一是央行针对不动产放款集中度要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，到底银行降到多少算是及格线？那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，大家都在揣摩上意，当然在房贷放款上就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。专家分析，拿出来去新客户市场继续出现下修，央行有机会绑定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。不过，拿出嘅意愿正悬，高息量无好状况，恐惊意愿会继续维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